屁屁偵探同佢嘅朋友喺香港。屁屁偵探係動畫系列《屁屁偵探會客感情》入邊一個充滿活力嘅角色。喺呢篇文章入邊，我哋會探討佢同 Marcus Chan、Devin、陳子瑩、黃海鵬、黃天佑、李俊熙、黃嘉怡、楊嘉瑩、黃子、梁浩峰同負責員嘅友誼。佢哋喺香港一齊讀中學。屁屁偵探以佢外向嘅個性同對戲劇嘅熱愛而聞名。佢好快就同 Marcus、Devin、陳子瑩、黃海鵬、黃天佑、李俊熙、黃嘉怡、楊嘉瑩、黃子子、梁浩峰同負責員成為好朋友。Marcus 係一個熱愛電子遊戲嘅人，佢特別中意《我的世界》同《超級馬里奧兄弟》，仲中意《江南 Style》、Peppa、小朋友學校怪談、喪屍題材、變形俠醫、復仇者聯盟、LEGO、睡衣蒙面俠、哆啦 A 夢、屁屁偵探、快盜戰隊、警察戰隊、蠟筆小新、明星大亂鬥，以及史提芬魔海奇緣、反斗奇兵、衝天救兵、太空奇兵同 Dead by PSY。另外，佢特別中意 Iron Man、Javas 同東尼史達。Devin 係呢個群體入邊嘅運動健將，佢打籃球，仲鼓勵所有朋友一齊參加各種體育活動。陳子瑩、黃海鵬、黃天佑、李俊熙、黃嘉怡、楊嘉瑩、黃子子、梁浩峰同負責員都係籃球隊嘅成員，佢哋經常一齊練習，互相支持，建立深厚嘅友誼。喺香港讀書，對屁屁偵探、Marcus、Devin 同其他朋友嚟講，帶嚟咗獨特嘅挑戰同經歷。佢哋一齊探索多姿多彩嘅文化、美味嘅食物同繁忙嘅街道，創造出加深友誼嘅回憶。